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豪仔，今日為大家推薦線路團號 BGX080，廣西省南國小九寨雄風秘境，尋世界長壽之鄉斑馬，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得天瀑布純玩5天團嘅。咁我哋嘅行程特色，首先係純玩不購物，全無自費。去到我哋嘅德寶紅葉森林公園，景區以楓香為主，楓葉顏色分別有深紅、鋼紅、雙紅、黃紅混合等。金秋時節，楓林綿延10里，層林盡染，與湖泊倒影，廊橋亭台融合，令人流連忘返，因而有着德寶楓葉保九寨嘅美譽。咁仲會去到我哋嘅百魔洞，被英國探險隊稱為天下第一洞，有大肚笑佛、獅子紅笑、孔雀拜觀音、天馬行空、蛟龍氣功等等。仲會去到我哋嘅水波天窗，此處屬格斯特地貌，被譽為時空隧道，有定海神針啦、征北戰、煉丹亭、天設獸碑等景觀。仲會去到我哋嘅國家5A 級景區得天瀑布，呢個係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，寬100米，重深60米，落差70米，與越南板若瀑布連為一體。咁仲會去到我哋嘅熱門打卡地南寧之夜、明河觀景台、巴盤村長壽村、錦繡古鎮、中越53號界碑等等，仲會品嚐到我哋嘅特色美食啦，壽香魷魚宴、養生火麻長壽宴、長壽巴馬香豬宴、鄉下檸檬鴨宴等等。聽起身係咪好心喐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快啲叫埋你哋嘅親朋好友過嚟一齊報名啦！